动保基地来关心的是，新竹新埔呢有一间狗仔园是传出甲民众收5万块来斗照顾狗仔，也毋过呢，煞长时间甲这个狗仔呢是关伫咧笼仔内底，甚至互狗仔是活活安尼饿死。警方甲动保所是去到现场稽查，结果发现现场呢已经有10只狗仔拢已经死伫笼仔内，所以赶紧甲村的狗仔带去到动保所来照顾，嘛会通知这负责人到案说明。 互人关伫笼仔内的狗仔，每一只拢有够瘦，对内底继续行，佮发现有的狗仔已经呱呱高死。初步看，大约有10只，现场毋但环境太高，闻起来是有够臭。交给他2只狗照顾，一只5万元，一只是大白狗，然后一只是那个大型的米克什虎斑犬。然后他想问最近的狗狗状况，然后对方一直都 避而不谈，然后也不让他们上去喂狗、看狗。然后我们到现场之后，发现是这个惨况，而且那个现场你们有看到，就是饲料是非常多的，而且也都没有过期，但是那些狗狗们却惨死在饲料旁边。 这是新竹县新埔镇一个狗仔园，传出负责人用一只5万块的介绍来帮忙民众照顾狗仔，却长时间把狗关伫笼仔内底，若无好好照顾，甚至佫无饲狗仔食物件，实在真残忍。有10只狗死亡，然后50只狗有受伤。我们后续会再调查有关这个狗园狗场的主人是谁，那我们会依法办理。那目前已知的资讯的话，它可能触犯动物保护法第25条，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然后并科200万到20万的罚金。新竹县动保所目前先把其他的狗仔带去动保所照顾，后续迈进一步通知负责人到案说明，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